开点水，加呗。也这杀虫的在没见过这杀虫怎么杀，才能杀出个。耶，我的了，啥条鱼啊？来，我看看，叫我找找，好像还长嘴哩，我的了。嗯。哎，个儿不大，那啥东西都在嘞。晚上炖鱼了，今儿我杀好了的，杀这不那就晚上就炖鱼了。耶，看这老头杀的，你说这人没弄好。哎，你靠边了，给弄住了，这你可吃不到这回去。给着杀手了就杀手了。我们教练呢，这帮工人还是，他这两个就是这样的。那回我记得也不是盖一个啥玩意，大铁把我炸掉了，大石头弄不出来了。哎，看。